后来继续来看高雄市长韩国瑜最后一天伫个厦门的访问的行程，也是满。不过媒体真关心，伊早起伫个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的闭门座谈到底是讲啥？也阁有是毋是要选总统无？来看韩国瑜是安怎回应的？甲现场交互人伫个厦门的记者王美雅。 高雄市长韩国瑜最后一天在中国的行程依旧是马不停蹄哦，光是下午呢就安排了3个参访点，包括呢是海沧远海自动化码头参访，还有软件原三期跟参访两岸青创基地哦。不过呢，其实他整天的行程多半是不公开。他在上午的时候呢，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闭门座谈，到底谈了什么？媒体也一直问他，还有他到底要不要2020选总统呢？这也是大家关注的。而且这6天，我们真的非常辛苦，包括各位记者也是一样，非常的辛苦。大家可以看得到，我们做得很认真，也收获到很好的成绩单。未来高雄南南合作，所有的步伐不会停，而且我们有心把高雄建设为全台湾最有钱的城市。 参访完下午的行程之后呢，他接着最后只安排跟台商的晚宴，然后呢就结束了他这一趟的行程。我们也会持续为您关注现场的最新情况，将镜头还给棚内主播。